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，就輕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，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。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，把它撤去，釘在十字架上。你們從前與神隔絕，因着惡行，心裏與他為敵，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都成了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責備，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所以我們藉着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像基督藉着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。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。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他同活，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。耶穌說：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，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這話麼？